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假使我若是阁老，造成世明甲启东两个家庭的困扰，过去阿母已经做唔到，我应该甲你留予世间的人请养，我应该甲你抱走，才惹出即马遮尔多代志。阿母袂使阁一错再错。 我知影，伊一摆是专工转来找我，阿母袂当甲你收咧，请你原谅我。总一天，阿母会转来甲你团圆。 阿母，阿母，你莫离开我！你现在莫甲小弟，你要做你走？我是不得已的，你是一个明理的囡仔，你应该会当谅解阿母啦，对无？原来是咧喊你，阿母这20几年来。 拢无尽着做老母的责任，我无面通甲你相见，我嘛无面通互你叫一声阿母。我嘛唔敢唔忙什么，我敢若希望以后有机会，伫个你暗时搭配的时阵。 会当偷偷来甲你加配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是酒醉，你不是阿明。我无酒醉，我嘛无阿明。 阿母，这日即摆时阵，我都已经精神啊！敢知我等这个时阵等偌久啊？无？我生的时阵都一直希望，我会当甲其他的同学拢同款，要困的时阵，有阿母伫个面床边讲故事我听。 唱歌我听，我都伫听，听到困去。阳光，我现在都要到今仔日才能叫你阿母。请你原谅阿母。 你一定要原谅阿母。你一定要原谅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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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安尼啦，阿母。你是我的囝，阿母，你是我的囝，阿母，阿母，别了，阿母，你是我的心肝囝。庆兰，庆兰。 嗯，
无说啦，今日你买。庆兰，原来你伫房间困哦。最先啦，乃是你啦！你去别人房间创啥啦？庆庆，啊庆兰嘞？你莫淡仔低气哦，是你毋是甲伊去约会啊？你来电倒咧问我？无啦，我是第一天到爸的厝，我哪有甲庆兰出去啦？呢，庆兰，敢会甲明良因两个？无可能啦！我即马酒馆内面用酒醉呢，哪有可能是伊啦？啊，敢会是？最先啦，最先！哎呦，是咧创啥啦？规暗走来走去，要烦死！你三更半夜叫我出来要创啥？我交代你的代志，你甲办了安怎样？你又袂讲，阿母也毋是拢伫厝的，伊要哪有可能甲听到爸有啥物暧昧的代志？嘿，你莫想讲你是恁老母饲大呢，处处拢替恁老母咧讲话呢。你是我的查某囝，你嘛替恁老爸想看觅。阮某土客兄，啊，我这个面是要举大死用啊！真是无啦！你莫安尼家己黑白想，恁家直接转去甲阿母当面讲好清楚。你安尼家己黑白想，等下会互代志愈来愈复杂啊！好啦，这代志哦，你还小加注意就好啦。对啦，迄叫做马俊生迄个少年家啊，看起来敢若对你袂歹呢。听讲因老爸真有钱，是有影有影呢。你问这要创啥？唔爱，啊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以后你要嫁的对象啊，是我的囝婿呢。啊囝婿嘛是算伴主啊，对无？原来你将来以后有幸福的代志啊，当然阿爸一定会甲你关心一下啊。卡是讲，你若真是关心我，是安怎这20年来，你一直拢无转来？自细汉，我伫同学的眼中，只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囡仔，面容甲我同款，只是伊无老母，我无老爸。啊，我毋是有甲你讲过，啊，我伫外口事业做真大，真无用的咧。但是袂要紧啦，以后哦，我会慢慢啊补偿你啊。你敢无感觉我即摆渐渐哦对你一直关心起来？我的代志毋免你烦恼啦，我干那希望你明仔早起会当转去。阿母若是知影，伊一定会足欢喜的。你若是坚持袂转来，我明仔载也是会甲阿母讲。好啦，看你要安怎做，由在你的啦。对啦，庆兰啊，你还有money无？啥？你要？我毋是无钱呢，啊，这里暗暝你看见人拢关起来，我是要对你啊。你先借我，明仔载我领着，我随还你啊，吼。啊，毋过我敢若有淡薄仔散钱尔。剩一寡散钱尔。无嘛好，先借我啦，吼，我随还你。较有人来，小米。咸头，啊好。啊你有要紧无啦？迄人若食老未好斗，那一年不如一年，那小可走两个啊，哦，偏通喘。歹势啦，啊拢为着我的代志吼，互你咧操烦。哎，等你来讲安尼，咱熟识人讲迄落生运话，对无？啊，咱厝边斗做几落10年啊，啊，咱无互相照顾，是啥人要来甲咱照顾，对无？我大概吼，若听你安尼讲，就想起迄无良心的阿喜啊！有够心肝，有够凶年啊！我都有心了后吼，走出去到即摆已经20多年啊啦，啊，搁毋捌你转来啦。最好吼，死都要殡仪馆啦。意思话嘴毛还歹哦，会大唔贵哦。啊，莫想想遐济啦，时到就转来啦。对啦，天哥啊，有一个问题吼，我一直想要问你啦。哦，啊，你较早太拢无爱娶某啊？我这安怎？先过交紧吼？无啦，伤够紧，像我这样，有人要嫁我，我就爱头树阁有通紧哦。行来去啦！哎呦，哎呦！啊，是安怎啦？又去闪着迄款啦！哎呦，啊要安怎？啊无该软软的吼。变！啊，我扶你啦。倒来！好，我抓到啊吼！天教，想袂到你是这种人啊哈！哎呦，你都想起啊？哎呀，这就是你，天兰啊！你哪还没到底？安怎？惊到的哦？你是讲声小话，我甲你讲，咱的代志，小大家该算账。天兰啊，添到爸啊，叫去闪着，你甲扶者。你是错啥？哦，你这个朋友啊，你真可怜啊！
一个人需要我等，需要我做时间讲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王生的朋友啊，你真可怜啊！你是起笑是？对啦，我咧起笑啦哈！阮某不守妇道，免讲我嘛起笑哈！我不想有道。我敢有讲唔对是无？亲咱嘛有看到，你两个这边所在讲有笑哈，袂见袂笑哈，还佫双人并解。这个话你也讲得出嘴？哎呦呀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呀，他是讲，哎呦，哎呦，他是讲哦，哎，啊你们是讲，他是讲，哎呦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阿母，阿母，莫讲话啦！哎呦，哎呦，你来，哦，阿母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哎呀，你是查某啊哈？啊不守妇道，我唔知影，啊好算了吼，20几年无看呢，见面就送我500哈，哦，敢来帮啊，来订螃蟹一直订落去你嘛，哦，小弟啊，哈。啊你也唔是唔知影恁某的性地，你喺后白讲互拍就应该啊。你敢点面？啊，你意思就比我更了解阮某的款呢？哎呦，对啊，我真无想到哦。你甲阮某两个是大头啊哦，会见小丽嘿。哎呦，小弟啊，咱是老兄弟，我互你误会我去，哈，你哦侮辱你家己，上严重就是你啊冤枉恁某。好啦，莫讲较好听啦哈。咱两个是足好朋友呢，你无听人咧讲啊，朋友妻不可欺呢。你参阮某真爽啊哈！你读起来啊！好，你这啥？你是安怎看袂起你家己？哈！我话讲到这无，你要听也好，唔听也好，我甲你警告，以后若我咧讲哦，我甲你看做小的。你唔正人呢哈，才较好人呢。啊好，袂么？安尼好，明仔载我叫船长伯来，你所在评价论的，看你免怎对我交代。哦，船长伯遐上好。哎呦，天哥啊！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来了，紧来食早顿。阿母也唔知影你平常时拢食啥物，啊灶骹有诶物件，我就凊彩传。紧来食。细汉的时阵，我就一直希望讲，我逐工透早爬起来，我会当食到阿母甲我煮的早餐，不管讲是吃啥，我拢会足欢喜的。阿母对不住你，可是时间若是会当倒退，我绝对袂将我的囡仔放互别人饲。就算我袂当互你食好穿好，至少阿母会听你，会惜你。阿母，较早的代志我绝对袂怪。我囝是一世人的代志。阿母，为即摆开始我拢不爱离开你啊！我逐工拢要食你煮的早顿，好无？紧食。你做的嘛足好食。爱配菜啊！对啦，啊你
爸甲伊即马出去，安尼也袂转来，啊连准生嘛无看到人影。阮阿爸哪拢无转来？阿爸，阿爸，娘娘，阿爸，你看是啥？阮阿母呢？小琪啊，你已经恢复记忆啊？天高姐，请你原谅我。这20几年来，你替我这个无负责任的老母，将命令抢到遮大汉，真多谢你，请你原谅我。爱一个人需要我等，需要我这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雨中的。请你原谅我。阿母，总长，起来，有话慢慢讲。娘娘，你快点，阿母，起来讲。其实，当初时，我是想讲，甲明良兼车寄你请，等到我若是找到头路了后，我就要来抱倒去。想袂到，我跋落水底，互人救起来了后，就失去记忆。我有这个。这唔好安尼讲，其实吼，我颠倒爱甲你感谢才对啦。你抱囡仔来我饲，互我真正感受到做老爸的滋味啊！阿爸，阮阿母决定要嫁转去台北，我要租一间厝，是交你阿妹妹看你家大吼。我唔通咯，吼，迄台北我住袂惯去。我若无听阿声哦，下晡袂困得了。我前几工哦去台北哦，吼，拢失眠。阿爸，什么代志拢有头一届啊，办事就好啊啦。细汉的时阵你甲我饲大汉，我即摆毕业安尼，我会晓趁钱啊，是甲我趁钱饲你，甲你友好啊。对啦，我嘛是想讲，我安尼一再闪避，嘛袂当解决问题。我毋则答应明良。搁再讲，咱来去台北，嘛用找头路啊。切，天哥，你敢出来？天哥，你敢出来？天哥，哦，你这上介好，我已经带管区甲船长来这所在，你今仔做些答复我，啊若无我就你告你，搁甲你关在头门生杀某啦，你知唔知？小琪啊，你是啥？伊是阮阿母啊，你是啥？我叫廖宇啊，安怎？廖宇，就轻难恁老爸啦。阿姨姐啊，安那？你讲要告阮阿爸是啥物代志？这见笑代啦，爱讲哦，互天高甲你讲就好啦。我讲过啊，我甲许嫂啊清清白白，而且我遮济岁啊，哪有可能做迄代志咧？清清白白，莫假啊啦，90岁嘛会生囝啦。我叫管区的哦，甲船长这所在做者，你免辩解啊啦。安尼哪会对？人讲掠奸在床，掠贼在庄咧。哪会你讲阮阿爸，阮阿爸你来承认，你证据啊？你无证无据，你讲阮阿爸呢？我连告伊诬告，你知无？哎呦，你毋是要退出头的款了？等下参你都有代志哟。天哥，我今仔日管区来啊，是要才化解啦，我早无代志啦。无船长啊，你免讲甲天高是好朋友，处处拢替你讲话呢，啊，公正呢。好啦，规气来阿喜进遐，大家对事解释就清楚啊。我不爱去啦，我明明无食乌豆，要叫我放乌豆，无啦。哦，唔敢去啊吼，一定有听到，做错什么啊？我甲你讲，你若唔敢去安尼，占众人的面头前啊，讲你甲阮某有关系，然后看陪我偌济，甲我洗门风，大家做一个解决啦。阿姨即嘛遐尼明理的人，哪会叫你这种不明事理的人啊？你这唔是啊？你讲这啥物事理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听无啦？你安尼四个人捅啊炸台，你会犯罪啊？你知无？你这唔正欠人修理的款，你咪来死啊你啊！你做咩阿动啊？修理者，你做咩修理啊？有才调你甲我拍看卖，你若动手哦，你就犯着伤害罪啦。我气死你哈！你嘛是讲头淡薄仔进来，你晓歹样讲，我这边所在甲你讲事，不能大家见笑。安怎？你莫咧大声声用个袂？啊？你咱的代志甲少年无关系。好，既然安尼吼，规日来恁某面前，三头讲我清清楚楚，讲就讲，你惊你哦，惊！